中国到目前为止，到底是发射偌济飞弹，派出着偌济军力？咱的国防部并无来公布，颠倒是日本来证实有4枚的飞弹穿过台湾的上空，所以民众就来质疑了。为什么这个飞弹拢已经飞过咱的头壳顶了，但是拢无警报呢？这国防部的解释讲，因为这个飞弹是穿过大气层的上空，这个大气层不是领空，而且对台湾本岛的陆地嘛无影响。上重要的也是惊会引发到民众的惊恐，所以才无来发出着飞弹的警报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开台湾了后，中国开始报复在台附近进行实弹军演，引起日本不满。日本防卫省公开消息。对日本公开的飞弹路径图来看，有5个弹道飞弹落伫日本专属经济区。日本防卫省推估，其中4个飞过台湾本岛天顶。日本它虽然也有长程预警雷达，可是它的效能，不一定能够跟我们的乐山雷达站的长程预警雷达相比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性能更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曝露更多的资讯。针对台湾的军演，说是别个国家详细发布消息，引起质疑。不过，其实国防部嘛，不是去点点。对8月初14点外军演开始进前，先发新闻稿表示，国军会加强戒备。下晡3点10分公开中共下晡2点56开始发射几下的东风系列弹道飞弹。4点50讲，强军伫离岛附近进行远程火箭等实弹射击。5点半公开中共分几摆发射东风系列弹道飞弹11个。暗时11点15发声明解说，飞弹对本岛地面未造成危害，无发放防空警报。发射以后的主要飞行路径都是位于大气层之外，能够预测它的落点是在东部海域，对本岛的地面不构成危害。依照这样原则去完成我们整个的战备应处，也符合接战规则。烦恼会引起民众惊恐，或者是爱公开资讯，让民众安心。安怎去在迄个程度嘛，引起讨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